你有冇發現最近你想改變現況，又或者當感到好焦慮嘅時候，生活入邊咧就會突然咧出現一啲咧好奇怪嘅重複，例如係一望電話11點11分，或者去買杯咖啡嘅時候，埋單張單竟然係222，甚至乎行下街見到個車牌777或者888，呢種明明就好似係巧合，但係又好似有啲嘢想同你講喎。你一定試過，坊間我哋會叫呢啲叫做天使數字。但如果你以為呢啲係神諭啦，或者係一啲哇發財信號啊，係咪我要去買六合彩呢？咁你就真係浪費咗呢一個人生最強嘅後台通知啦。乜嘢叫做天使數字？其實佢係一種共時性。簡單啲嚟講呢，佢係你裏邊嘅一個標板。點解你會睇到呢？因為你正處於一個意識嘅下載，當頻率對焦嘅狀態，你就會睇到噶啦。講到對焦咧，就一定要提呢一位史上最接近神嘅科學家特斯拉。佢發明交流電，唔係喺實驗室嗰度死做爛做。佢話過，佢係直接喺腦入邊投影，好似 download 一啲檔案咁樣。特斯拉最勁嘅地方呢，係佢唔使畫圖噶，亦唔使砌模型，佢喺腦入邊直接起咗部發電機出嚟，由運轉，甚至乎檢測到邊一粒螺絲磨損咗。佢有一句金句呢，大家一定要記住：如果你想了解宇宙嘅秘密，請由能量、頻率、震動嘅角度去思考。歡迎大家留言呢，都可以分享下你哋最近見到最多嘅又係邊一啲數字嘅組合呢？日常我哋成日咧會遇到好多天使數字，究竟點樣解釋呢？個情況可以代入去，當你平時揸緊架車，你個標板突然間斬下盞燈，可能係冇油啦，又或者係引擎過熱嘅燈嚟嘅。呢盞燈唔係代表神，亦都唔係代表佢嚟救你，只係話俾你聽，你部車依家處於乜嘢嘅狀態。你唔會對住盞燈即刻許願噶嘛？你會去揾油站入油，又或者你行緊街，條街好嘈嘅，突然有人嗌你個名，細細聲你都會聽到。你會話因為嗌我個名嘛，我梗係聽到啦。但係其實係因為我哋大腦入邊有一個叫做 RAS 網狀激活系統。當你內在極度焦慮啦，或者極度渴望一樣嘢嘅時候，你嘅頻率就會對焦，就等於你會見到手機有11點11分，或者買嘢嘅時候會有相同嘅數字出現。其實係你部收音機啱啱對準咗嗰個台，你唔使去問個台究竟播緊啲乜，你反而要係問自己，點解我會去咗呢一個台呢？如果佢係播緊一個悲劇焦慮，你就要即刻轉台，而唔係繼續去聽。所以咧，下次見到天使數字嘅時候咧，唔好急住去 check Google 究竟佢代表啲乜嘢呢？而係你要去用佢，你要識得用佢。其實你都有特斯拉嘅能力噶。想象一下，你聽日就要見一個重要嘅客人，或者同老闆傾加人工。但係今晚你臨瞓前，個腦裏邊咧已經預演咗一次，你同佢講啲乜嘢，佢點樣答你，佢嘅表情係點樣。呢場戲咧就已經係發生咗嘅實相嚟噶啦。到你聽日真正上場嘅時候，你已經唔係點樣去應對佢，而係你只係執行緊一場你已經拍好嘅戲。呢個就係點解有啲人可以好鬆容，因為佢喺大腦裏邊已經 review 咗一次，佢贏咗一次。可能呢個時候咧，你會問我：哇，點樣知道佢係咪 download 緊啊？大家有冇試過，當你沖緊涼、行緊街無所事事，或者喺度發緊呆嘅時候，突然間會有個 idea 彈出嚟，就係你一直想解決嗰個問題嘅方法，嗰一下叮一聲就係 download 緊啦。
因為當你太用力去諗點解決啦，你嘅頻率咧就係處於一種缺失匱乏。但係當你完全放鬆，你先可以對準你宇宙個資料庫下載緊你想要嘅程式㗎。天使數字係你人生嘅標板，記得見到信號就代表你部投影機喺度運作緊啦。你要做嘅唔係去求神問卜，係攞返個主權，感受下當下你擔憂嘅係啲乜嘢。所以下次當你見到11:11或者222，唔係叫你去許願啊，而係系統提醒你，你依家諗緊嘅嘢正喺度快速咁樣變成真相。你確定要繼續焦慮落去嗎？只要你學識咗點樣校準呢個頻率，你就唔會再俾命運牽住走，而係人生嘅遊戲操作員。聽到呢度咧，如果大家咧都覺得咧今集咧係對你咧更加認識咗天使數字究竟係點樣運作咧，歡迎大家讚好、訂閱、撳埋個小叮當，歡迎留言俾我添啊！咁我哋咧下集咧會再同大家分享睇多啲究竟解釋唔到嘅人生說明書嘅實相係點樣操作嘅。